国民旅游秋冬出去耍补助就特别开始咯。自由行个人是补助1000块，若团体每一人是补助500块。不过呢，以团体来讲哦，观光局每个月补助每一间旅行社的这个团数，敢若有20团。以中型旅行社来讲，平均每个月呢是会出80团，根本就无够用哦。即马就传出讲，有旅行社以5000到1万无一定的这个金额，私底下要来买这个补助的名额。观光局也承认讲，这方案确实是无够完善哦，未来会加强来说明。若是这一届真正有业者违规，除了会追回到这补助款，也阁会依上法办。9月开始，国旅秋冬旅游的补助就要起鼓咯。因为观光局补助特间旅行社的这个团数，敢若有20团。不过以中型的旅行社来讲，平均一个月出80团，就算讲小型的旅行社，平均嘛会出40团，甲算这个补助根本都无够。即马佫传出讲有旅行社私底下买卖补助名额，有业者讲这并无意外。每一个旅客都来这样子跟旅行社要求，那这些我本来就有既定的旅行社，是旅行社当然也不乐见这个情况，在他既有的一个团数的申请下是不够，没办法分配给自己的客人的情况下，那他也许会去动这个脑筋。为着要有生意，就算讲补助名额无够用，嘛有部分的旅行社家己先忍钱出来。才佫甲这团客甲加落来，转做甲这个无做国旅团的旅行社甲买名额。举例来讲 ，A 旅行社会先甲这个 B 旅行社用5000到1万这个计数来买补助名额 ，B 旅行社甲佫用家己的名义来甲观光局申请补助，然后业者甲佫甲这个旅客讲是用 B 旅行社的名义来出团，不过是 A 旅行社实际来带团。有律师讲，这恐惊是咧走闪伫个法律旁。不过，这个观光法案确实嘛是有空隙。追回款项之外，当然也会依法来移送法办。未来我们在相关的一些要点等等，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做一些改进。就算讲旅行社之间私底下咧买卖，不过民众的权益，只要若是有保险，嘛无啥会受到影响。事实上，这种国旅补助常常会发生问题。有业者冒用亲友的身份证，也是讲请本地的人免费来食早餐，实际上因并无来住，安尼就亲像咧诈领补助同款。学者嘛呼吁这个国旅补助的配套要做好势，才袂去互有心的人来甲利用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